咱做来练习今仔日的课用，咱做来读课用文60，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若无真爱，我就亲像炉在弹，蜡鉢在响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，我若有教业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，若无仁爱，我就无路用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，若无仁爱，对我拢无利益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慈悲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受气，袂扣分，袂爱不义，只有爱真理。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，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，知识嘛会无去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来，迄个有限的就消失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嘛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，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。安尼，信、盼望、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咱做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请奏乐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殿中，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爱，我们也来感受他那长阔高深的爱。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，无法测度，一直都存在。这就是耶稣你的爱，我永不离开，心不再寂寞，因为你是你最爱。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，无法测度，一直都存在。这就是耶稣你的爱，陪伴我永不离开，心不再寂寞，因为我是你最爱。你的爱高过星宿海洋，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，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。你的爱胜过黑暗死亡，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，你对我的爱永被时间更改。不管是现在你是
世都不能隔绝你对我的爱。不管是现在的事，还是那将来的事，都不能隔绝你的爱，永不更改。你的爱高过星宿海洋，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。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。你的爱胜过黑暗死亡，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。你对我的爱永没时间更改。你的爱高过星宿海洋，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。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。你的爱胜过黑暗死亡，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。你对我的爱不会实现更改，这是你的爱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用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，谢谢他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你用那长阔高深的爱一直来爱着我们，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你的疼对天降落来，因为你的疼到阮伫地，你的疼穿过山，深过海，陪伴阮，无论拄着什么情形，你拢永远疼阮。有一份疼对天降落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找到望袂着，再看会着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出，用心去听，将心中一份疼活出来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疼点着我心中火热疼，愿要讲这向世界活出疼。有一份疼对天降落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袂找到望袂着，再看会着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出，用心去听，将心中一份疼活出来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疼点着我心中火热疼，愿要讲这向世界活出疼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疼点着我心中火热疼，愿要讲这向世界活出疼，愿要讲这向世界活出疼，愿要讲这向世界活出疼。
咱鼓鼓咱的双手，鼓鼓双手，哦罗我的主，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，一生一我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所采的标炮仗。奉献正做偌济，做主圣家宝贝的器皿，你丰富稳定要充满关我，予我内面充满行大能力，将家己奉献正做偌济，做主圣家宝贝的器皿，你丰富稳定要充满关我，予我内面充满极大能力，鼓鼓双手，哦罗我的主，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，一生一我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所采的标炮仗，鼓鼓咱的双手，鼓鼓双手，哦罗我的主，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，一生一我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所采的标炮仗，军队耶稣，命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军队耶稣，命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高鼓双手，哦罗我的主，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，一生一我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所采的标炮仗。将家己奉献正做偌济，做主圣家宝贝的器皿，你丰富稳定要充满关我，予我内面充满极大能力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至善，你创造天甲地，你做奇妙的大事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阮感谢阿罗你，感谢你伫前几天风台中间的保守，求你施恩照顾，互受到灾害所在，通顺利来重建复原，也扶持安慰受到灾害的人。感谢你，伫阮每一天大大小小的代志顶面，互阮经历你的存在，经历你的应允。感谢你，伫咧阮忧伤、软弱的时，扶持阮，成做阮的帮站。每一遍，阮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就近你的时，拢求你施恩怜悯，求你互阮会当甲你搁较亲近，来了解你的心意。开阮的耳孔，听你的话；
开阮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你踮伫阮的中间，也赏赐阮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你所做的奇妙，互阮无掠家己所有的最重要，互阮会当完全相信你，倚靠你。阮若是有惹你生气的时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知影你的错误，愿意来悔改认罪。阮今仔日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奉献阮的心神，奉献阮的身躯。阮是你创造的，我要完全互你来用，永远跟缀你，遵行你的命令。你怎样疼阮，阮也要安尼来疼人；你怎样为着阮过活，阮也要安尼来为你来活。即时，阮也要用你甲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就互阮，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做伙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这样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启用6集，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我若有够个信心，通移山倒海，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仁爱是宽容。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受气，袂爱不义。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仰望。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。咱所捌的有限，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